关心过健康问题咧，关心要来教育问题。经过14年私立的高中这个学费头一摆起价，教育部表示讲呢，考虑到军用教育人员去年调薪3%，私立学校的这老师薪水嘛对你调整，决议和这个私立高中高级的学费呢，为108学年度开始起3%，一般非艺术类这个高级的学费会加684块，而且费用呢，拢由教育部的经费来支应，等是讲全民爱出钱，私立。高级的校方是讲啊，伊是万无万少，因为这个少子化加上这个物件拢起价，要维持教育品质真正无简单。刀、食指。师傅请入门，有请华国饭店的总铺师来遮传授功夫，约达古今。为了维持这一间一间厨艺教室，一间都要开500万，并且业界总铺师嘛毋是少数望。加上私立的高中高职老师的薪水比较军工教调3%，这几年来校方实践的校训，家己痛苦家己知影。即马这个问题，教育部要斗相共解决啊！经过14年，同意私立的高中职学费起价108学年起3%，非艺术类的私立高中职起684块。餐饮这款的艺术类科起1007块，这一个起估计108年需要1亿7000万块，明年需要4亿外，要个家长会使放心，这拢由教育部去负责。我觉得不无小补，物价也在上涨嘛，还有一个班级的学生人数也在调降，钱要省也不能省在教育孩子的经费上面。因过选举要到啊，外界嘛即个讲，这敢是你选前你大压钱，因为这个钱拢是全民爱负责。有教育团体嘛咧批评讲，这套式的起价敢有公平？主要还是支付就是教师的那个薪资，薪资它配合那个公务人员上涨。教育部强调讲，这甲选举无关系，因过对有心行落去的私立学校来讲，这一路遮的苦，总算试着几分甜。